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神。诗篇22篇26节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感谢主，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，实在太厉害。凡事在他的变为可能。
的主啊，我要等候你声音，安静。